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翻咗隻 Ocean X 嘅 Sharkmaster， 今次呢款係升級咗嘅版本，係用緊日本新嘅8系自動機械機芯，儲滿鏈可以行到60小時，比舊版嘅8系機芯多成20小時，所以就算隔日先戴翻呢隻手錶，都唔需要校時間。錶殼直徑係44mm，厚度係16.1mm。而甩脫甩嘅長度就係51.9mm， 戴上手夠晒份量，但係一啲都唔會累贅。錶殼採用咗拉絲同拋光嘅混合處理，細節位好似錶圈、錶冠同錶帶嘅中節都係用咗5N PVD 玫瑰金電鍍，再配搭翻呢個啡色嘅陶瓷錶圈同埋呢個黑色嘅錶面，望落去高級得嚟又好有運動感。Ocean X 呢款 Sharkmaster 1000係擁有1000米嘅專業級防水，除咗錶面係用緊4.1mm 厚嘅藍寶石水晶玻璃面之外，喺錶殼嘅9點鐘位置，仲有一個專業排氦氣閥門，係專為飽和潛水而設。雖然我同你都未必會潛到咁深，但呢個規格足以代表咗佢嘅結構、密封性同埋用料完全達到專業級數。原裝配搭咗一條全拉絲鋼帶。錶帶嘅中節係有玫瑰金 PVD 電鍍，錶扣亦都好實淨，錶面嘅時針、分針同埋外圈都有超級綠夜光。Ocean X 呢款最新嘅 Sharkmaster 1000米，官網定價係4230蚊，咁我哋金輝都有個超筍價，折咗3180蚊就買到，仲有2年嘅原廠保用。有興趣嘅錶迷呢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